好来，继续来到基隆市，昨嘛发生着死亡车祸，一个55岁驾驶驾毒赛车弄死一个太太。讲这个驾驶有毒品的前科，顶礼拜嘛冲弄一间药房，也毋过警方并无当场敲着毒品，所以无法度甲做喙烂的快胎，才会记载伊伫一礼拜后过来弄死人。基隆市警察局讲，希望未来若有类似的状况，会当来采取着更加强势手段进行预防性的收押。为什么不下？你就弄死人吗？伫安全无法靠手靠脚给涉嫌嫌犯头淡淡，面对提问拢点点。没有偏险吧？啊？你是在装的吗？伊就是伫咧昨实嫌食毒赛车弄死查某人涉嫌嫌犯，甚至伫咧弄人水果弹进前，就甲规排设计条仔弄断。即使失控行为伫咧这个月10号就弄过药局。被车冲弄药局的门口，赛车就是有毒品前科涉嫌嫌犯。危险都是突然，我突然。我怕我自己怎样没关系，我怕撞到人。当时已经叫警察抓到4摆伫咧车顶持有毒品，其中2件食毒赛车引起事故，不过警察却无当场甲伊检讨，引发外界起交期。他说3、4天前就已经撞到了，他这要抓去关了，为什么都不关呢？我不会妥协，我一定要告他到底。上周这一次啊，他是真的没有持有毒品在身上，里面在车上。那他本身的意识也非常清楚，对答也非常清楚，没有依法规这些胎样可以去做毒品快筛测试。根据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统一裁罚基准，伫咧驾驶车顶也是身躯超着毒品，或者是驾驶人看起来脑醒，警察再改做喙烂体检。希望针对这些毒驾劣犯建请羁押以预防性羁押的一个作为，来避免他继续有毒驾的行为，导致更多的行人或其他的用路人产生更大的一个伤亡。根据基隆市警察局统计，114年度抓到的142件食毒赛车案件内底，有8个人是中核犯案。警察认为爱采取更加强势的预防性手段，伫咧暗时临检，卖抓愈严，避免违反的代志搁一摆发生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